甜桃提秋了3月的前后开始推出，一直到5月节前结束。有人喊做3月桃，也因为生产提重大开发地区，故所也有人讲是平地水蜜桃。台中新山是中部主要的甜桃产地之一，因多年来有许多后生的农民归入下去种桃的业。掌声世界陈树贤都是其中一代。接下来看下伊的故事，还个详述下来的香甜美食。天牛叉出发嘞，陈树贤的阿爸陈文志做得人客，不过人地都离来离去，也当当喺台湾甜桃的山龟，数当个丰丰的桃的做熟的。这就是还未熟啦，这还未熟，这还未好挽，就是要像这粒安尼，像我挽这粒安尼安尼红豆才会使挽啦。长在下来的甜桃又香又脆，再不用建议咧，软化过后口感，就同水蜜桃差唔多的。一般来讲，甜桃喺度秋落3月的开始推出，一直到5月节为止。有人攞佢喊做3月桃，因为佢山龟拄到頭風采季節前，有別種葡萄果汁味也得水果好種，上來一道果農專作。尤其喺度台中新沙，按多年來新沙種甜桃的面積已經超過200公頃咧。佢唔係種擁有嘅種葡萄啊，種香菇吼，當然攏有適合做啦。所以講1年新年的月12個月吼，冇含差唔多4個月的時間啦，其他的時間都係管理啦。阮種桃有點好處，就係講，桃頭端午節前都摘皮咧，是較唔驚風采。種甜桃雖然較成功，不過個人的管理卻強用青菜唔得。陳樹賢今年35歲，佢本單想做先生，不過告訴我經驗呢，就發現也唔係自家想做的。太學嗰時都是受過教育學程，你講以後啊，冇出來做老師好咧啦。每日受教育學程修出來，又有差唔時間去做代課老師。每日常常咧吼去做代課老師，可能變個志向有時是冇強快。佢轉到新沙過後，對沙期工作喜事，下後去地方農會做推廣股嘅指導員。本單拿到自家嘅貴生人服務農民，我將到原本身體都硬長同紮片嘅阿爸，媽媽風不平嘅，佢係講唔準屋下家庭內種，也貴片嘅個月唔係準票本騙人，就係要變地方。就參有佢2次大手術啦吼，每樣感覺安尼佢身體冇以前安好咧，而且講。原來冇到將來做吼，今日都當然來延後做些，只是他會較勞累啦，身體冇以前安好，所以看見安尼行路吼，冇預防就想講安尼就將來做。本來吼，然後自細就做農做到老啦，有較超老掉啦，所以腰骨生筋來咧吼，身體較擋唔掉嘅啦。牙個奶吼，可能也真有效。佢看老人安身體奶唔好，佢刺痛病發來，就接咗老人泄露吼。佢爸爸都身體唔好啊，俺兩公姐嘛冇法度做啦，有2個細人，2個孫嘛冇法度做，所以都係我來講吼，條路病發，將來接爸爸嘅事業。因將來做嘛較輕鬆，唔是關人的時間，唔是講上下班安尼關人的時間，將來嘛一輕鬆。這個收入也唔會比講這條路較唔好啦。唔像咱種了甜桃吼，今仔有人來摘吼，佢要唔講按人了甜桃用存摘，因為頭先講，其實了甜桃有風一半吼，都是得摘咧，風一半都懂甜咧，像。因為按用剪刀嘛，講唔是人就直接安尼吼，收安尼就佢轉落來。屋開減1公頃的桃園，阿樹賢從細看你爺種桃嘅，都接觸管理個園，叫自家理念，老爺嘅想法冇天錯嘅強樣。比如講佢堅持做觀光個園，我對阿樹賢的爺嚟講，拉嘢做啲專務卡接定來種桃嘅，也比馬嘅做重要。
伊将开始时吼，较无熟啦。啊，到了伊强咯，像我高级讲，那款的毛杂伊看就低咧。啊，了正常来讲，我高级量多，伊就跳讲哦，都贴到当数是，伊安尼贴的图，俺嘛真满意的啦。像俺以前做观光果园的段时间哈，其实有跟家人、爸爸妈妈跟有一出有磨合期啦，了磨合期也长久的时间啦。以前跟嘛讲你按夫妻唔是，我直接甲份饭都好咧，每样个论坛讲，大家讲饭吼，钱拢本钱存撇啦，因度开放观光吼，本然来摘土。做观光果园同送动物嘅服务，好处係假使唔會本番嘅控制，對銀行嚟講，還看得到會投機嘅圖嘅。然後就兩摘土，唔係實際可能家己捌個土，唔就自家來摘，捌較新鮮啦。唔係講到市場賣吼，有嘅土都2-3年咧，較無按新鮮。頭兩摘嘅土吼，唔摘落來嘅土還在呼吸啊，唔就看到土還在呼吸。對阿素賢嚟講，種土嘅輕重要嘅係經過佢倡導嘅老阿爸強下時間。土木卡做，也是感覺較自在啦。嘛想講吼，將來做，當然是得看我爸爸、我媽媽見看見啦。我唔曉嘅，我爸爸佢會教我，就是講增加俺父子嘅在一起嘅時間啦。因為你做農嘅事啊，唔係講3年2年就會真熟嘅，你也是累積可能幾10年嘅經驗吼。所以我帶船喺旁邊吼，佢督導佢指導，我老師呢要加咁做，兩子也向我做，和樂融融也非常嘅快樂嘅啦。土嘅愛生嘅好，天初盼得，兩子也向很耐心打土粒，然後會留下來。而家定來種土嘅未強樣，人生沒有盼得。阿素賢先嘅係做一隻快樂嘅觀眾人，佢到香香甜甜嘅土嘅鹽度，經營一生人嘅幸福家庭。